佇咧高雄有一個查甫人呢是甲2隻貓仔囝關佇咧一馬人，而且佮帶入去海裡。這影片呢，佮放佇咧網絡頂頭，是引起大家批評。即馬警方是照這個影片找到這個查甫人，對方是有承認有來苦毒貓仔，照動保法上濟是判2冬，罰200萬。甲2隻貓仔關佇一馬人，直接等落去海底翕影片的查甫人講這是禁治人。第司機甲這段影片放去網絡，遂引起濟網友的憤慨。苦毒貓仔的查甫人無偌久就互敲底出來，是一名40通過細萬的查甫人。平常時攏佇咧高雄臨橫的魚港掠魚，附近民眾攏講這款行為實在真惡質。伊美人內底，伊等下伊嘛會閣走起來，袂當講當佇內底人啦。你是敢講甲趕走就好啊，唔好像安尼甲等在水底吼。對啦，迄惡質人。有點過分了。怎麼說呢？哎，怎麼說？虐待動物，對啊。動保處會動警講，10時暗時來到魚港找到當事人甲船仔，當時嘛佇船頂看到一隻貓仔囝。嫌官講，因為貓仔會走來船頂，烏白放屎尿，佮偷食魚貨，才會用安尼來駕駛因。不過路尾有游起來放伊走。動保處強調，目前當咧確認另外一隻貓仔囝行蹤，不只個早起掠到迄隻，是毋是互苦毒的其中一隻，佫需要等待進一步的確認。動保處已經收集相關卷證，已請地檢署偵辦，並動保處於本日上午於案發地點又捕到一隻貓，至於是否為本案受虐貓隻，將一併調查之後，已請檢方參考。嫌犯的牌仔也停佇咧港邊，15早起，動保處再次佇咧兩邊來放籠仔成貓仔出現。動保處強調，嫌犯苦毒貓仔是事實，若真正有甲貓仔苦毒死，相當會當判2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並扣200萬的罰金。記者郭家祖、邱朝陽、高雄場報道。